大家好，我係三一街。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帶住一個110寸嘅大畫面通街走呢？坐飛機嗰陣時可以睇《阿凡達》3D 電影。講緊嘅唔係要幾萬蚊至買到嘅 Apple Vision Pro，而係今日嘅主角 Goofiest Art。無論喺屋企、喺 cafe、坐緊飛機嗰陣時、瞓喺床上邊，都一樣可以享受大畫面。節目未開始之前，如果想支持我嘅頻道嘅話，好簡單，喺下面 comment、like、share， 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10幾年前我都買過呢個頭戴式顯示 head mount display 嘅產品，但係當時嘅感覺就係又重啦，戴一陣會好攰，好局促嘅，因為佢係全封閉式設計，畫面個質素又麻麻地，仲要接駁專屬嘅盒子，呢個盒子仲要接駁 Blu-ray player，因為係專貨你睇 Blu-ray， 特別係 3D Blu-ray 嘅，咁所以佢係唔拎得出街嘅。Goofiest Art 似乎真係回應緊呢一類產品嘅問題。首先佢十分之輕巧，只係有110 gram， 佢有兩塊0.49寸 OLED 嘅螢幕，每隻眼都有1080p 嘅解像度，模擬到一個110寸嘅畫面嘅感覺。即插即用，支援 USB-C 或者 HDMI 嘅設備咧，基本上都可以接上呢部機去用噶啦。佢唔單止能夠睇到 2D 電影，佢仲可以睇到 3D 電影。唔使再另外裝 Apps 嘅，你一插就用得到。同埋最重點就係呢部機可以拎出街玩。係咪就咁樣將一個大畫面縮細變到0.49寸放喺你眼球前面3-4厘米左右嘅位置就搞掂呢？同大家玩個遊戲，大家試下攞隻手指放喺你大概鼻哥前面嘅位置，你睇唔清楚個手指頭嘅上面嘅指紋，你睇唔清楚，睇到模模糊糊咁樣嘅。咁要解決呢樣嘢呢，就需要一個光學系統喺畫面同你眼球中間。第一件事就係放大個畫面，令到呢個咁細嘅畫面睇落去好似有110寸咁樣。第二樣嘢就係令我哋睇得清楚，好嘅對焦系統令到出嚟嘅感覺就好似4米以外睇緊一個110寸嘅大電視咁樣。畫面放大咗，可能會有紗窗效應，即係你會察覺到有啲 pixel 喺個 screen 嗰度嘅。咁要解決呢個問題呢，增加嗰塊 screen 嘅 resolution， 將1080p 咁多點放咗落去咁細嘅 screen， 代表像素嘅 density 嘅密度係好高嘅。呢部機係達到4496 pixel per inch 嘅，高過你屋企部 4K 電視機嘅。另外一樣嘢要做嘅就係叫做 PPD， 量度視覺能夠睇到嘅像素數量，數值越高，細節就越真實。人嘅極限係大概60個 PPD 左右，而呢部機提供到嘅 PPD 係55，高出過好多市面上其他近似嘅產品嘅，四眼 friendly 嘅。點解咁講呢？首先你戴眼鏡好似我咁樣呢，好簡單，將呢嚿嘢套上去用就搞掂嘅，唔會覺得局促嘅，唔會覺得有咩負擔嘅。你試下玩下 Apple 嘅 Vision Pro。你戴眼鏡係唔俾嘅，你係要配專屬嘅蔡司鏡片，聽到蔡司都知道係好貴嘅。喺呢部機係一粒落個頭度就即刻玩到，佢亦照顧到一啲輕度近視嘅朋友仔，即係大概你可能係350度樓下嘅朋友仔呢，你唔需要戴眼鏡玩呢部機一樣得。呢部機左右眼都有個按鈕俾你去調校到啱翻你嘅近視度數。除此之外，佢仲提供咗兩隻眼之間距離嘅 adjustment。你任何人玩呢部機都得到一個好 perfect 嘅畫面效果。呢個 head mount display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features 就係佢嘅半開放式設計，你唔會同外界斷絕關係。基本上你用佢嚟睇戲又好，打機又好，同你對住一部大電視個分別唔算太大嘅。你仍然可以飲汽水、食爆谷。你打機嗰陣時拎住個手掣冇問題，你搭緊地鐵嗰陣時你用佢嚟打機完全冇問題嘅。你只係將個手機畫面放大咗放喺你前邊，你仍然可以用翻你手機當為一個 game controller 去控制。Goofiest Art Head Mount Display 點樣同其他器材溝通呢？答案就係一條 USB-C 線，只要你呢啲器材例如手機、平板電腦、notebook， 只要有 USB-C 嘅接口，一條 USB-C 線搞掂晒，兩頭接好就玩得到啦。有道要提一提大家，呢個 headset 入邊個 USB-C 插頭愛嚟俾你插頭先講嗰堆 device， 唔係俾你插尿袋。你唔需要獨立插尿袋，佢會喺嗰紮 device 度攞電。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愛嚟接 PS5 遊戲機或者影碟機，佢哋冇 USB-C 嘅接口喎，佢哋只係得 HDMI， 冇問題，只要你加翻個轉接器由 HDMI 轉做 USB-C 插頭，就一樣玩得到。另外，今次我試呢個係睇戲嘅套裝，佢入邊包含咗一個掌上好細個 palm size 嘅 media player， 係行 Android TV 格式嘅。咁我有佢嘅好處就係你唔需要駁落個電話度，因為駁落電話你個電話其實要長期開着佢嘅。有咗佢，你用住個遙控器就可以愛嚟睇 streaming 睇 Netflix 或者上網睇其他串流平台嘅。我覺得幾方便嘅，我都用咗佢幾多喺今次嘅測試裏邊。我攞 Graphics Arts 接過好多唔同器材嚟睇戲嘅，咁出嚟嘅感覺真係好似你喺戲院大概坐喺中間後少少嘅位置去睇緊一個大銀幕啦，或者係4米以外睇過110寸嘅熒光幕，我覺得都係符合佢嘅陳述嘅。新幹線大爆破，咁其中喺駕駛室入邊啲儀表板佢用緊嗰啲 mon 咧。你會睇到佢嗰啲像素啦，呢啲像素唔係講緊畫面嗰啲果粒，係講緊套戲入邊駕駛室個 screen 入邊嗰啲像素，佢都俾到 detail 你嘅，你去試下就知啦。哥斯拉負 1.0， 我係試黑白版本啦，特登試，咁出嚟黑位表現咧，我覺得係都可以嘅，唔錯。影碟方面我睇咗《九龍城寨之圍城》。九龍城寨之圍城又係用數碼機拍攝嘅，咁所以好 sharp 嘅啲顏色。有度要提提大家，帶緊呢個嘢睇戲嗰陣時，可以的話熄晒啲燈，喺一個黑暗嘅環境去睇咧，保證你嘅 immersive experience 咧會更加好。有一個靚靚嘅畫面，咁啲聲得唔得咧？跟機係配咗一個立體聲嘅喇叭，咁但係我覺得只係 serviceable 嘅。我個人建議都係用翻你耳機好啲啦。呢部機嚟得我呢度，我梗係希望睇戲嗰陣時聽到 Dolby Atmos 噶啦。放心，我幫你試過，我試過用 Plan B 方案連接3巴嘅，咁我就請咗個外援就係 JBL 81300X。出嚟嘅效果咧滿意嘅。我亦試過攞呢3巴接碟機嘅，都係唔錯嘅。第一件事我當然聽到 Dolby Atmos 啦，另外就係畫面同啲聲咧都係夾嘅。呢部機另外一樣嘢一定要玩咧，就係愛嚟睇 3D 電影嘅。咁我攞佢嚟睇個引力邊緣 Gravity 出嚟嘅 3D 效果，我都係滿意嘅。點樣揾啲 3D 片呢？呢部機食嘅 3D format 格式嘅片咧，就係 side by side format 一個畫面，佢入邊包含咗左眼嘅畫面同右眼嘅畫面。只要撳咗機上邊 2D 轉 3D 嗰個掣咧，咁佢會將呢個畫面左右眼咧拆翻開去俾你睇，咁你就睇到 3D 效果噶啦。咁如果攞佢嚟接 Blu-ray 機睇 3D 嘅 Blu-ray 得唔得咧？答案 sorry 係唔得嘅，佢只係接受 side by side 格式。只要你有近呢1-2代嘅 iPhone 就可以嘅。你而家開你 iPhone 嗰個 camera， 你會見到拍片嘅模式有一個叫做空間嘅，即係佢英文應該叫 spatial video， 將呢條片轉做 side by side 嘅格式，咁你就可以睇到嘅。所以呢部機咧，我覺得 3D 一定要玩嘅。Graphics Arts 點止睇戲咁簡單啦？頭先都講咗，你可以愛嚟打機喎，無論接 PS5 Switch 絕對冇問題。基本上佢亦係為呢一個 cat 嘅人而設計嘅。而最重要就係佢可以拎出街，佢個好強嘅機動性。第一樣嘢就係俾無人機玩家去玩嘅。咁無人機有個特性就係可以只要喺上面嘅 camera 可以經過圖傳射翻落去地面嘅嗰個控制員嗰度，咁通常就會有個外接嘅 display 或者係手機嘅。但係唔好處就係好多時候你喺戶外玩呢個咁細嘅 screen 咧，又會反光睇唔清楚嘅。有咗佢就冇問題啦。你笠咗上頭嗰度，哇！你好似第一身視覺，好似機師咁樣睇到出面嘅環境。除此之外，佢嘅半開放式設計亦好重要，因為有咗佢係符合香港嘅法例。因為香港法例要求無人機嘅操控者咧係要唔可以同外界脫絕聯繫嘅，咁有咗呢件嘢就冇問題啦。另外，如果你係中意影相無論影硬照又好 video 又好，有呢件嘢一樣 OK。只要你嗰個單反相機有個 HDMI 嘅輸出，接上呢個 headset，咁個好處就係你有一個好大嘅觀景器。
更加有利你拍攝，即係你個相機可以放喺啲比較特別嘅角度，而你仍然係可以好舒服，唔使烏低身咁樣去拍攝。可能你會話喂，我都唔用呢啲大機影相嘅，冇問題，手機影相一樣幫到你，因為頭先講過你可以接手機啊嘛，接咗手機基本上嘅手機畫面就喺你嘅面前，同樣可以享受到一個大啲嘅觀景，係唔俾外界環境影響。另外佢嘅最好處就梗係講緊 productivity， 你工作嗰陣時平時咪攞部 notebook 放喺 cafe 又好，搭飛機嗰陣時又好，有個唔好處就係隔離啲人咧會睄到你做乜啊。將呢個 headset 接上你個 notebook 作為主顯示屏，咁隔離咪睇唔到你做緊啲咩機密資料咯。另外一個好處就係能夠改善你嘅坐姿嗱，因為平時你要低頭望住個 notebook 咧，唔係太符合人體工學嘅。但係有咗佢咧，你就可以挺起胸膛做人，坐得更加健康嘅坐姿啦。選購建議方面好簡單，就睇下你用咩器材接上去為多。如果 USB-C 嘅器材為主要嘅話咧，就淨係買呢個 headset， 我覺得已經 OK 噶啦。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咁樣嘅，我又要睇碟機啊，又要可能打 PS5 咧，就要加埋佢個 HDMI 轉 USB-C 嘅轉接器落去，咁基本上大部分情景都玩到嘅。咁但係如果你成日睇串流嘅，你想成個操控嘅感受更加好咧，我亦建議大家買佢嘅睇戲套裝，入邊包埋頭先介紹嘅掌上型嘅 Media Player， 有咗佢就唔需要長開部手機，可以用個遙控器去操控你想睇嘅節目。如果大家對呢件產品仲有其他疑問嘅話，歡迎喺下面留言，我都盡能力去答你嘅。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三百佳，想我拍多啲同類型嘅開箱影片嘅話，記得識做喺下面 comment、like、share， 有錢就梗係可以課金俾我嘅。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希望下一條片再見到大家，拜拜。